没事吧？小师妹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疼死我了！九师兄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跑得太急了，就没看到你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从这个上面下来了？哎呀，还说呢，我娘不是不让我出门吗？我就偷偷的跑出来了。九师兄，话说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哎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你娘不让我进家去找你，我只有来看看狗洞了。但是我实在是钻不进去。怪不得呢，我上次就差点被卡住，何况是你呀！走，陪我逛街去。哎，师妹，这边啊。伙计，哎，伙计，这妞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伙计，姑娘，你需要买点胭脂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看到外面那个牌子。哦，我这儿正好缺一个姑娘来帮我招揽生意。姑娘，你刚到京城来？啊，是。哦。姑娘的家住哪儿啊？哦，我从西边来。西边。就你了。姑娘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金英。金英，好名字。小九，哎，带金英姑娘去吃个饭去。好嘞。谢谢掌柜的，谢谢。这边请。来，您看看。买一个吧。不要。您慢走。来，小姐，看看喜不喜欢啊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高管领导。老板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这姑娘，这过往的人这么多，我怎么记得住啊？啊？怎么了，小师妹？他是不是多收你钱了呀？不是的，九师兄，上次我出门没带钱，就把一块玉抵在这儿了。老板，我把银子还给你，你把玉还给我吧。姑娘，那天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就来了一个公子，非要你这个玉佩。哎呀，这人高个子大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给他了。个子很高。要说个子很高的话，你家的哥哥个子都挺高的呀。要说人高马大嘛，那只有你4个了。你回家问问不就得了？是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包。啊。来，姑娘。谢谢老板。走。哎，去那边看看。好。上一次没顺利挂符，这次我要把师姐的也挂上，还有二师兄。就没有我的呀？当然有啊。谢谢小师妹。小师妹，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要不把这些都给买了吧，然后把它们搬到太乙山上，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下山啦。您又来这儿巡街了？哈，是啊，亏你们最近才没有命案呢。哪里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慢走啊，秦都尉。慢走啊！怎么了？干嘛跑呀？先躲一躲再说。这怎么了？救命啊！老实点！你们干什么？抓起来！小师妹！你想说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要多少钱？我给。财大气粗是不是？
只要你说得出来，我都给他钱。就你们今天来我这儿的方式，试问，我能让你回去搬救兵吗？啊？你真卑鄙，无耻，下流，臭婆娘！怎么，你也想说点什么吗？小师妹，别怕，小师妹。我叫岳峰，她是我妹妹，叫岳。我叫岳颖。对，岳颖，只要你肯放了我们，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对，放了我们。你们两个把他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不能打他，要打我！臭婆娘，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！嘿嘿，玉姐，是你带金英过来的？哎，对对对，这姑娘姿色还可以，就是脾气太犟了。是啊，什么来路啊？白路子。白路子，我喜欢。风险小，可是给我招来了2个凶神呐。不过也没事儿，叫万春去调教那个叫金英的姑娘。好，都听玉姐您的。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我是谁啊？小师妹，你傻呀？你呀，看那个老女人的打扮，还口口声声说要把你卖了，再加上之前绑架的那个姑娘，这里肯定是妓院呀。你要说出来你是谁，将来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说出来你是谁，他会把你放了吗？这种人连钱都不要，这里肯定不是一般的妓院呐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刚刚那位姑娘也一定是被绑在哪个地方了。哎呀，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呢？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。早知道当初在太乙山，就不偷懒了，好好跟二师兄习武了。没事，小师妹，不是还有我九师兄在呢吗？九师兄又不是二师兄嘛。九师兄有钱呢。我听说对面这家花场是全京城最好的青楼，里面有各色各样的女子啊。哎，那些女子一定都貌美如花吧？错不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有的时候，这女人不一定要长得美才叫好。这么说，你去过了？跟我们说说怎么样？说说，曾经攒钱去过一回，你们知道吗？对面那家青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这家青楼啊，经常会来一些新货色，甭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这老板呢都能给你变出来。哦，哎，他们老板好像叫万春吧？咦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！对面那家青楼的姑娘，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对她死心塌地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帮女人的功夫，那都是万春那个娘们儿一个一个的调教出来的。哎呦，那小身板啊，一个个的。快放了我们！放了我们！你们想干什么啊？放了我们！求求你们放了我们！放了我们！求求你们！小师妹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如果坏人把你买走了，你就告诉他们，你九师兄有的是钱。你们要把我九师兄带去哪啊？小师妹，九师兄，不要说出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，你九师兄有的是钱，记住了吗？九师兄。进来。睡好了？金英那姑娘还跑吗？如今呀，你撵她，她都不走了。到你手里的姑娘啊，就是听话。像金英这种资质的姑娘，你把她捧成花魁，放到门口即是。是，我明白。
那个屋子关着的姑娘，您是要？那姑娘一看就是上等货，门口那些歪瓜裂枣，那是无福享受的。玉姐的意思是给那些爷准备的？那些爷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，为的就是一个奇货可居。那个姑娘是他自己撞上来的，而且时间刚刚好，今天是拍卖会，就把它做成压轴的。是。对了，那些爷来京城都入住了吗？其他的爷都到了，只还剩下那一位爷了。那一位爷，到如今我都没有搞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来历。给我小心伺候着。是。你就在这里候着，如果老爷夫人过来，就说小姐闹脾气，一早睡下了。是。都怪我，要是我不走，在那儿陪着妹妹，哪至于发生这种事情？现在倒好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她还不回来，我真担心她会遇到什么危险。三哥，你去岳府打探一下，看看岳老三在哪儿。如果见到他，问他是否见过妹妹。冉冉平时虽然调皮，但是从来不会夜不归宿。我怕她出事了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娘。苏姐，坐下。你这个时间出去告诉爹娘，无非是让他们担心。等会儿去找大哥他们，我们兄弟几个出府去找，切记别让别人发现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那你们去，我去冉冉房间。如果她回来了，我就放消息给你们。哦，走。你们去东城找，你们去西城找。老五，咱俩去南城。好，快走。我猜你会来。他在哪儿？他出门未归，我怕他出事。希望你能把他平安带回来。喝呀！